好，來繼續來看台中市開16.5億打造甲埔大道，主要是連接到大甲甲外埔。今仔日正式來通車，唔但縮短到通車的時間，嘛改善塞車的問題。也毋過有議員佇個道路也未驗收進前，都講走入去管制區試騎機車。雖然議員強調講事前有甲營造廠商通知，但是建設局認為這款的行為也是不應該。好，我們現在目前來到大甲埔大道哈。議員佇甲埔大道試騎學倒擺，佮家己拍影片，小解未來若通車，甲埔大道會當省真濟時間。如果騎摩托車順暢的話，大概是在4到5分鐘的車程。翕影片的時間是佇今年3月起工。甲埔大道佇去年12月完工，今年4月驗收合格，佇今仔日通車。施工機關試騎學倒擺拍影片的時間是佇完工後也未驗收前，安尼一筆試騎敢無問題？它是禁止車輛的進入啦，像我們也都有跟營造廠這邊講說我們要進來啊，我們會不定時的來到這邊做一些巡視。議員強調，有先通知廠商以議員的身份入去勘查。是講電影片內底以搬軌為例的畫面，多好互相片動力。佇出口將欄杆壓起來的畫面，也是閃一個的軌。在還沒有正式通車前，我想用其他的交通工具到這樣的工區裡面，這是不是很合宜的行為哦？市府佇今仔日舉辦盛大的通車典禮，雖然市府強調議員安尼行為無該適當，也毋過因為道路完成驗收前，閣屬於工地。廠商若無意見，就無相關的法律會當甲處罰。議員關心地方事務，入邊也未通車的道路試騎，佮家己拍影片，也引發着討論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